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國本，歡迎收看福氣樂業。唔知大家有聽過一句話冇？就係萬萬冇嘢冇便宜。更加國本人呢，我講嘅係萬萬阿姐冇便宜。萬萬阿姐做乜嘅冇便宜呢？前厲害喲！根本呢個裏邊啊，佢做過青島木工嘅工作，也開過青島嘅店嘅。更加係一啲客家傳統美食嘅師傅，也係一件咖啡湯嘅調羹樣哦。用更加嘅話嚟講，就係斜槓人才。係咪談到前厲害前皮膚呢？更加馬上來歡迎佢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佢自家人生故事吧。嚟歡迎我哋阿英姐。主持人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慢慢，我嘅店面嚟睇慢慢做嘅幾下年啦。阿英姐，其實啊，大家都係阿英婆錯冇？錯。不過呢，睇我嘅印象地位啊，我哋就我哋鄉下地方哦。90歲、80歲，真可以很婆呢。嗰時候更加係很阿英姐可以嗎？嗰啲阿英婆過慣啦，說真啦，因為我看到你親像我數呢，我數呢貴咗嚟，全部都阿英婆，阿英婆。哦。不過我啲店嘅名嘅啦，名片啦，都係阿英婆嘅客家廚房。哦，原來咁樣呢。不過真是呢，阿英姐，唔看可能唔像旁親有法律呢。冇啦，因為一個名嘅安尼係嘛。但是都老輩啊，佢前老邊啊，佢睇年紀邊啊，佢細啊，三有攏阿英婆來咩阿英婆啦，所以都互相歸關係嘅，阿英婆都跟歸後生，我冇像阿婆專門做飯嘅一種嘅，一年啦，做飯嘅阿婆特別是佢會做一個頭擺傳統嘅美食，見啊後生嘅人嚟做話，美食佢做唔出，安尼呢人類古早味道啦，哦，阿英姐，這個啊。最頭下時間，萬做以前啊，萬歲都睇，這個本上都睇做事的人買嘛。哦，迄個萬歲啊，吼，差唔多係土貴少嘅哈。因為我爸爸媽媽，我爸爸全部做事，全部種西瓜，種水果。我媽媽呢都過會做安尼美食，所以兩個人搭配啊，我都天天睇人啥。所以人哋教育都安尼，同睇人啥天天呢，都學得多。也個技術，嗰時做辦事人脈，喺書到都開影響咯。本上你看咧，第一講客家嘅阿婆啦、媽媽都全部做一條美食嚟做，係嘛？哦，唔過以前萬歲爸爸睇種西瓜，你有冇身上繼續嚟買西瓜？西瓜是短暫嘅時間。唔係獨獨播紅落去，也係冇好舒適啊。比如說種西瓜時間呢。如果做出來係個新皮啊，新皮太條都專門種西瓜嘅好吧。所以我爸爸嘅西瓜種熟成嘅時間，伊都摘嘅，都做一條太條，啊都話係6年前土貴少嘅客過來都裝，都放都搭一啲時間搭一條嘅。我爸爸都普遍嘅，然後嗰度頭擺到嗰度有課，都下去昆定啦。都啲新皮太條電波，我都看到細妹，人外國人來有，台灣人來有。我考慮買西瓜絲啦，但係你慢慢地學做成啲，我爸爸都已經教我，讓我做，讓我對人下講法，喺按嚟來學習成年嘅興趣。到天時冇西瓜熟成落去，暴風落去時都做唔得到嘅，都試過西瓜一條。剛剛媽媽睇到看咧，又要做飯頭湯，要做飯咧，要做糍粑啊，你都會包飯頭腐嘅。如果係下出頭嘅時節啦，也係你食點心嘅時間。啊，媽媽做好嘅時節咧，都拿嚟盤嚟攞嚟放去裝度嘅，一家去，先好買啊！因為啲時節裏面有個過上個有錢嘅人家，一個放去啊，每年我買嘛，我媽媽做嘅，講啊，細妹來開來讓我嚟同買，食得好食啊！喊你有做嘅，讓我再開來買我安尼，都安尼先，古人我媽媽有聽，嗰時候都過去研發，我媽傳到我媽媽傳統。你做個都做個辦咧，都因為有興趣安嚟嚟啊。就是萬歲開始就係練習同人家用辦做生意啦，來做辦咧，全部萬歲時間都受到一個影響。受到我媽媽影響。阿爸種水果我就買水果，阿妹做辦咧點心我看出去就出去用從用嚟買，從因為我腦海裡面都歸到一種生理嘅方式。隨着你的年齡工作，多時間就想冇乜嘅工作，我做乜嘅，我隨啥行嚟有，你曉得做生意就做嘅啦。不過談講阿英姐，這個除了做萬歲受到一個影響之外，會不會你看還有轉行做其他嘅生意，錯冇？嗰後尾都農
你也捌过会做啊。人哋啊耕田講無按簡單啊，因為以前嘅時節個環境個無按好嘛吼。我爸爸頭腦真好，伊個要做生意，所以你讀到不太水時節都冇辦法出去啊。我爸爸都盡力提三年茶，頭擺都是做沙嘅石頭，本人做木嘅，出家嘅下攏加簡單，出家師傅出家做嘛。我要聽書，要聽書爬沙啦，做事啦，都天天聽人沙出去。嗰樣，阿爸差唔多係個小朋友咪16、17歲哦。伊講安尼做唔係辦法喎，細妹年，我要學佢啲數字，我要數字呢，喺100一生元做到嘛困難嘅時陣唔會餓到，伊都拜託朋友，伊嘅朋友，伊妹也問要睇佢做衫褲，要睇買布，每年時節啦都係演好嘅哦，去台南嘅伊啲東洋嘅洋菜學教，都做係送啲嘅去學洋菜，如果一天都學佢啲數字，都比我爸爸都帶我去。佢又學嘅又學教又熟曬一條，都去學嘅成功嘅，學嘅差唔多有1年嘅時間咧。我爸爸會去撈，嗰陣時就會帶我出去撩去看人嘅店，看人做乜嘅，有時買乜嘅衫褲，係啊，就幫我講睇街坊唔係上下生活嘅。其實講我爸爸我70千份嘅，教我幾多東西。嗰個又學畢業咪又學出來咯，我有人再去台北41年。一年幾個時節，如果講伊同我準備開一間布店，特別做衫褲，我講我用多錢呢？伊講我你同人石頭做衫褲做布啊嗬，我又要存了一些錢，我媽媽要種菜種토마토麥嘅好多愛嚟買，我都得看啊，我會看有錢啊冇錢時唔會講嘅，幾個了嘅時節啦，我爸爸頭上我會拖過來看，看到哎呦。有錢冇錢嘅，我幾辛苦。我真擔心安尼。對，我都講咁好啦，要開店幫我學到個數字啊，我完全幫我爸爸人錯啦，我完全俾伊個信念，講要教幫我伊個數字。幾來呢又有木沙又偏偏，都可以布店，特別同人做衫褲，特別搞洋菜。阿爸也是這個親分去，有人親上嘛睇到俾做，我要做幾好。教學生嘅又要做衫褲也多，買布嘅下時節攏全部出嚟做嘛。嗰個人客家人頭擺傳統嗬，細妹到太時節要結婚咧，有一個習俗，一天都要學裁縫。這個學用辦做衫褲，因為家人之後，這個衫褲，這個做新年嘅衫褲也要這個做。快係曉得布，唔全部買。嗰時候我嘅時嘛，開櫃台辦又出裝，喺外去。一定狀況搞暗布頭嘅，因為要服務20頭去做事，只有暗布頭嘅時間，我暗布頭要過去搞裁縫，20頭都睇我都佢點嘅，所以我爸爸本來伊個親好嘅事業，但一定咧好嘅概念，頭腦佢好，而喺聽日本人都睇嘅嘛，所以也真實。我媽媽都過要做菜，過要做事嘅，我有學到我媽媽識嘅事業，我爸爸都做成嘅真實。你布店咩啊？你布店咩喺睇哪區啊？喺新邊。以前我喺新邊人。你喺新邊啊？後先咪當加多慢慢嗎？加慢慢啦嗬，買喺冇加到條冇條嘅，係本睇係新邊嘅店嚟學嘅，因為成日做條嘅。到幾段時間啊？我過去慢慢嚟嗬，都係講幾下時節嚟做衫褲成品店工廠啊，做起生意咧出來工廠嗰度。所以從路邊變得有擺攤咧，商店嘅，俺哋咧布啦，俺哋數年如果冇人嚟做衫褲賣衫褲嘅，其實咧工廠出嚟時節方便，唔係買個線咧，買個衫褲又小，炒嘅一般，古時都按嚟做下坡嘅。俺哋當然有個行業做下坡嘅，佢講流行，人生都要求進步啊！哎呀時代咧行到按嚟，俺哋要天天消費行，俺哋都。也做啦，冇嘛嘅，而下冇嘛做生意有安排嘛，攏透過社會細嘅。我咧阿姐來呀，要睇過睇人去上班。如講，咁衫褲也下咩布啊？嗬，咁咪好做嘅，咁你我哋公司上班安尼啦。要轉行啊！轉去做保險啊？轉去做保險，做保險做20年。
20年退休的哦，无做的时节了吼，国泰咩的珍惜，因为我本人落批的，唔晓得天龙，唔晓得嘛个工资几多。所以个还是流行天龙的哦，金山寺的哦，全部太后神出来的哦，落去都淘汰hết的，都揾个那个新的太后神，所以今个全部嘛係金山寺啦，吼会稽天龙都上一多年过，当然的落去都慢慢的很淘汰啊。嗰時陣我來啊，結婚的時候呢，22歲啊，我每年吼，因為細細啊都有學過鋼琴，都喺個讀入個音樂學校，因為第二個人冇乜個事業的哦，像讀書呢啊吼，所以都講啊，你身上有講，你教書有講，呢個職位啊，要做讀書啊，時間過久，錢過唔是按多，因為可以辦公辦托。就可以帶團的帶團，帶台灣團去的，就安尼。伊昨暝都先過去，洗澡個都很底下拖，都他個過火啦，來呀吼，就係過有效。伊講也工作啊，伊講你唔會讀書的，讀書啊好錢會按多，也個錢啊讀書的錢啊，留不住這妹妹啊，學音樂學幾多錢，學幾多用費啊，假如別人去讀，伊都考更高。嗰時間你聽到呢有過去歐洲，係咪？啲我來都推中喺度，哎呀，兩個妹突出嚟吼，太呀都先過去，我哋咪會去了，就可以呢片人嘅生活、生活環境嘅就冇同人哋台灣冇同樣嘅。大家了解一句啊？我哋去到兩個月啦。兩個呢地方，去認識冇共嘅文化吼，跟經驗冇經驗嘅嗰個事情啊呢。哇，觀眾朋友，聽嘅顏這個故事係咪感覺真是老一批嘅人真是幾厲害呢？喺生活冇簡單困苦嘅時節可以經歷按到冇用嘅工作。不過顏這還有更多精彩故事哦，我哋休息下，繼續請佢來分享。喺上個時節做過青島嘅工作，不過喺讀書嘅年紀啊，做乜嘅阿英姐會想到將來出來工作呢？繼續來請阿英姐來分享咯。阿英姐，頭有講到啊，唔看係聽到每一記得，出過去了，係了清久嘅時間200年呢。不過嗰時節已經算讀書嘅個年紀嘅嘛，做乜嘅回到咗來台灣之後，又想唔過講大家啦想唔過我來開個咖啡堂呢？一個人啦，人生咧都好長吼，我按好少都退休得了啊，我冇幹冇啥。所以啊，一定接去讀幼稚園嘅時候，我來先就上下班一定要接嘅，別人我咧唔識讀嘅。唔睇下頻道慢慢身邊，安尼來來去去，啲時間嘛幾月啊，我弄係唔錯嘅啦，因為我咧精神還可以再做第二春嘅工作。每日呢。喺美國讀書啊，睇下歐洲嘅意大利讀書啊，我哋時常咩會弄要閒啊，都嚟去出國兩樣嘅呀。有啲時間我冇睇羅馬。我哋去嘅時間呢，有做啲冇嘅。就從我哋嘅係，就說那時間有辦法研究。我哋去台灣帶一啲嘅食材，都帶去嘅做。做本其實，做邊係特別人哋朋友啊，特別人哋外國嘅朋友啊，外國嘅朋友，或者台灣去嘅，過人家嘅意大利全部都加個神父啊、修女啊，沒有台灣去嘅都講我慢慢來哦，非常愛去市場，看到人哋用嘅材料，我都買過來，台本人哋了嘅同學啦、神父啊，都來讀卡斯，都嚟做，他講你識得千分去。因為呢喺歐洲啊，嗰時候識到人哋台灣嘅料理嘅美食啊，像外國人嘅豆啊，你講啊，家人媽媽唔會做，房東太太又過來，你提倡下是又做人意大利嘅菜，都落中下，你了解時就都過老年啦，所以我做台灣咧，人哋做人哋意大利嘅式嘅菜料理啦，做一啲交流啊，係啦，都人好認識，識得我又會做。房東都教我做咖啡，教我做意大利麵、做披薩、
做一年嘅浓汤，做一年嘅沙拉，所以我也都找到如何摕意大利学嘅。啊，伊房东太太就真有心，啊，神父也都也过会煮，也过会做。啊，了一转，再听一转，啊，迄个听一转，在迄个时阵呢，都过数嘅，都讲，啊，俺哋因了没办法，过来台湾人嘅生意呢，俺某嘢就讲，啊，过要演的呀，俺慢慢的一个体验新年咖啡体验出发，因为萝卜，俺家容易个过萝诶，啊，不用一台喊。啊，人哋行過歐洲，就是過浪漫啦，啉咖啡、搓醋片、落杯料啊咧。啊，過來人哋都生意嚟講嘅，行冇乜嘅都嚟做困啦，都整理哦，花龍百萬哦，種醋片整理，賣機器，賣意大利咖啡機啊。哦，啊個盤一條，安尼盤滿一條咯，都可以去困業都做咯，做我到時大概個時期啊，嗰個銀行來要帶啲人哋一來啊，嗰個比較高級嘅安尼嘅純糖咯。啊，類似銀行是冇一度，啊，唔會冇人哋買萬元啦，吼，買冇一度會死的呀。第下有咖啡死的唔會死，第下也有甜啊，或者是人哋要面包板。等一下，按這糖豆鴉片哦，我真是感覺親神奇。一般來講啊，吼，細年呢可能會感覺嗰種老人家嘅爸爸媽媽嘅皮吼，可能土順呢都土順呢，唔是按摩哈。結果唔能如果唔係哦，唔能如果係講細年嘅鼓勵真係佢咧嘅咖啡堂啊做一啲工作，其實唔係講做工作係來做顧自家嘅生活咧，係一種興趣哦，也順勢本自家有一啲目標嘅生活嘅目標係咩啊呢？係，因為行唔能飲料，有冇乜嘅工作好做嘅，我啱時嚟將。如果比如爸爸像看天氣、看報紙，唔好嚟整理。啊，而家房東太太講，好，我贊成規台灣的時間啦，我買人意大利的咖啡哦。我們人意大利的咖啡啊，全世界最有名嘅呀。啊，就按你講，按你鼓勵哦。啊，人哋鼓勵時間都帶過到契機，啲咖啡本人嘅房東太太過好西班牙人，鼓勵都見煮，我每鼓勵要講人煮啊煮都按你撒，就都可以嘅咖啡糖。結果呢？做呢，然後嘅反應係多好過又冇過理想。因為像像唔講嘅嘛，其實鄉下地方啊，大家食一種東西可能天一拜吼是嘅興趣嘅吼，見面冇試過嘛，或者是冇可能不是都來食，同冇。啊，個會做一段時間嘅時間，咁你do咖啡邊有簡餐就過無限啦，我做過多行，下半年一來又一堆，你冇準備到都除掉，或者員工都冇來。嘛，七家母我要死，啊！我生意嚟講，冇做按甜嘅啦，啲廚房類啦，像做一個母板皮咖啡，簡單的都好輕鬆嘅，啊，嚟都有做一個班嘅，去比賽又得到獎啊，啊，都過來都比賽一度，都會，行落嚟又得到冠軍，有全部過來採訪來問，然後報紙攏係報出去，別人大家都來。哦，佢說，嗰時隻阿英真唔能開咖啡店，開始一開始啊，都係賣咖啡，順勢賣嘅意大利嘅簡餐嘅料。啊，唔過後期面嘅時節，又太無限啊，大家可能對一個外國嘅美食吼，可能唔係不是的是，係個冇幾好做，就會專門講，我都賣咖啡係賣咖啡，唔過我嘅簡餐食嘅東西，我都專門講，喺我哋客家傳統嘅美食來賣。啊，你能算放落入個貼片呢？啉咖啡㗎，一般咧喺批講嘅雞卵糕啦，後又喺餅啊嗰度，你唔係喺買咖啡，啊，甚至係批喺辦嘅呢。錯，有一點嘛吼，台灣嗰啲蛋糕，吼，阿冇啲提拉米蘇，有時候買個甜點，啊，佢說我講，我哋同人冇同樣，你做我哋客家美食來批咖啡，佢說銀行都有時間。啊，無蛋糕啊，啊個無呢，個鐵皮啲都講有母板有粗嘅板有乜嘅吼，啊唔是咧，油都攞批咖啡啊吼，又嗰適合喎吼，啊無嚟試看那先嚟安尼啦，啊然後都嚟錯事啦，唔會壞事咯，未批價，唔會壞事都一波啦，傳出去嘅，即客家味道喎安尼啦，就是要做起做一個啦，安尼安即唔能做班嘅吼。既然按有名，啊，更加我有看到人家順勢帶過來，同大家紹介一下，人更加買嘅有哪度辦嘅，好冇？哦，我嘅招牌都母板嘛，吼，有個泡泡藝啲。啊，母板有兩種嘅說法，種那個藝呀母板要貼喺邊緣嘅，過後買嘅硬田嚟嘅。如果係藝呀個母板底部有保險，
一般人的行业做舞板都冇包。真是俺传统以前啊，俺万岁时间阿婆包的舞板啊，底部都冇包的，像有的油葱一条，按人家也个系油包的哦，包系乜嘅啊？俺底部都包猪脚肉、葱头、虾米，不是也个上面呢，去比赛啊，分迄个评审时代就讲冇中央啊，太本家冇包的啊，来特色你提啊，那么拿到也个奖牌。哎呦，安尼等一下哦，俺们制作单位真贴心，我来讲，除了汤以外呢，还可以试看那些真是米头有安好什么，安尼俺们一般先来试一下好吗？刚才份介绍讲有煎的有拍的哦，真是的哦，唔先是煎的，煎的个特色如果你皮如加个香哦。好，安尼俺当时按这你都继续介绍唔知个好吗？俺先同观众朋友看一下，哇！观众朋友看一下，也喺度俺们传统的客家舞板，不过莫讲咧讲，转过咗来。底部有包哦，包的米线系乜嘅呢？人哋试看下先都啲嘅。底部呢有炒的猪肉，有落虾米，落葱头酥，个调味料，另外你落一个面香的皮呢，你补的熟熟啦，一边大好的，你都一粒一粒拌皮来包，另外炒料的包落去，一粒粒摆出来籽呢都拿出来。拿出来呢，一种你唔是碱呢，一种是咱的籽那都软呢。但是最后原来结果讲，碱呢你有尖嘛，有薄嘛，我两种都有，你吃的都对。真是有碱的吼，无共用，有一种擦擦吼，香香的米线。哇，观众朋友，假如是第一做的时间，观众讲舞板就软软嘛，没有，是下去啊，真叫啊，紧走想讲包啊，都唔得呢。不过真的是下去。有个清强的俺们油种的米线，客家米线之外呢，吃得到味呢，真是个皮底部啊，吃得到一开吼，系清强，粉的个味呢。种系以前还记得阿婆的时间也有吃到，不过阿婆今年拢烧个油，我是唔多像安尼个人家个皮底部还吃得到颗粒呢。也个味都拌皮而吃哦，味而醋，压里多个味。味也係用鮮到好嘅哦，鮮到嘅眼攏用太夾嘅，去分又上又新用。所以你小臉邊嘅味從樣一啲攏用嘅，做唔得邊咯，你貴邊啦上水啊，人家不辦貴嘢攏買唔到。真是上水時候呢，就沒那種粉因為油冇中央哦。唔過按這一般按嚟食有個鹹嘅舞板啊，那還有推薦講用板可以更好食冇？錯，人家咪講到也重點，一剪的舞板啊，一皮剪啊擦香香，唔使隔一啲蒜頭吃啊，兩個兩行人的特色，像是豬烤啊，唔像是個豬烤啪啪冇食，一天都講咩豬烤醬，人家舞板的皮啊，一蒜頭醬，迄個這個調味，一個醬啊，他講人攞攞講，一攞時啦，佢都冇中央嘅，米線都做100分嘅咯，都加到100分。真是，你看啊，漢人的米線除了油葱之外，還有一類就是蒜頭汁，蒜頭醬。你按這俺的舞板啊，其實最好的都做好的時間馬上來吃嘛吼。你假使講俺是唔係的時間，可以用板去保存啊。是唔係的時間，你3日內你不用冷藏。唔係不用21禮拜1個月，你天來冷凍。冷凍20的時間，隨時拿好嚟就保持伊個新鮮度。可能我用紙拿好，剪拿好，你也米線都提一隻，唔會走。其實用冷凍還可以。用按久，而且可以做出來，從咱做出來時間用按好生啊。用啊，完全唔會做咩啊。古時候我見個栽培啊，一做放落嚟都技術冷凍啊。我栽培落嘅時間，每天有冷凍，咱記得得。所以網絡啊做幾好，就係得到一獎牌記者、新聞記者、媒體來播出去啊。你別人見到你搶做也好，做也意大利咖啡啊。真是怪厲害呢！哇，觀眾朋友，你看能張師弟咧，舞板都本來哇很驚豔的喲。不過還有更多特別的東西，等一下休息一下，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前面啊是的好色的舞板，今天呢還有更多無窮的板的哦。繼續我們先來送一下一個豐富無窮的板呢。到底幾乎乜嘅做的呢？麻煩阿英姐，我哋試的時間同大家分享一下吧。可以，我嚟講一個鳳板咧嗬。頭擺我等都講鳳板咧，
饮食的，其实俺哋对也好咧，俺是可以保持健康，本他讲饮食都可以健康，包括俺哋这个也是。比如说俺吃点无用色素啊，无用做红斑的饮激素，俺哋头班人讲饮激素的粉，伊色素标落去全部都做规版红斑的都清火。俺也呢用水果，因为俺哋平常慢慢上下咧，中药个红龙果人7分多，人多讲数量啊唔系贵嘅。咁俺哋提上看红斑咧，俺哋用水果啊，红龙果色啦，按食。佢都紅龍果做嘅，我用有紅龍果做咧冇咁簡單咯，睇本人就做唔起食咯。唔係佢果汁打打落呢啲斑嘅地杯嘛？冇錯，唔講嘅又冇唔錯，紅龍果打打落呀果汁，你斑皮地杯攪攪啊亂嚟做。係啊，但是唔係煮嘅時間那係太技術。哦，一煮咧要放一些都變轉嘅食咧。啊，我哋真是冇像按你按醬嘅食。錯，我也要時間。我以下天天嚟，我去看火藥，我食藥，我食一道粉，我打開嚟看，食要變嚟冇，但是佢會變到佢他們成日火我將佢當係，我都要研究，我一欣賞同佢講，我真有創意性。比如說我用嘅創意嗬，黃嘅、紅嘅、藍色，你整嘅時間都技術體驗問題，唔會變色。順便推出講紅龍果又可以做飯嘅，個飯瓜唔係像做菜，因為可以做飯嘅。哎呀，強勢的呢，俺哋客家人都講夜班咯，禮拜過年過節啦，也係過多人去買夜班。冇錯，佢長長嘅行喺俺萬歲時節嘅記憶呢。哦，真是萬歲俺哋都需要嘅夜班睇啊。夜班有得也去個種，有得咧荷包攞杯全嘅炒，夜炒。如果俺同一個太紅炒啊好，夜班嘅炒啊好，攞杯俺冇了解。師傅人唔敢去拿過嚟做啊！我怕攞多啦，又係講叫嘛，佢本身有嘅一樣嘅，所以我即個要種太紅錯，係啊，種係蘇古人嘅，同過嚟做生意時啫，後背要開工天，你種人哋客家傳統嘅太紅錯啊，客家傳統嘅太紅錯珍貴田裏邊嘅，種一啲人一天去食，人哋客人都用太紅錯食，食那唔會減火，還有做茶包，因為人細心，人哋以前都細心啦嗬，睇用啥做好嘅。做乾糧準備啦，你寫出嚟時間呢，我先試過太紅醋嘅水去炒啦，出嚟那唔會減火，唔會輸感冒。別人講按好嘅材料，唔常常細心寫咗倒去講啊，就嚟那個醃嘅啊，嚟做一個飯嘅，做好嚟一個細心，也係種樣同紅龍果同樣種樣，我係愛時間愛技術，天天嚟做，細心都從個夜班種樣嘅食，又香，現在又有太紅醋香。個咧對我哋身體咧又有幫助啊！本來要做成功嘅，所以人哋想做舞班，唔過咧太單調，係所以講跑去創新嘅喎，舞班社會按多年嘅，我嚟做人哋上下可以出產嘅水果，用水果嚟做班嘅係個最好美食就最健康。我哋慢慢在研究，結果研究成功嘅，我幾早嚟去吧去，幾多人打聽我們講。你咪塑膠做嘅咩啊？我講用塑膠做呢。不過人哋真是咧，可能人哋按嚟看下去啊，冇切開來，冇真是按嚟看到食到，真是看方面漸漸按嚟，真像塑膠咁樣做。佢像人哋模型啊，假嘅咁樣嘅。像人哋樹葉俾塑膠花一條按嚟，我講，咁唔同我點樣食，我得除了分開，我即個做嘅。按嚟看到真正好食，我都穿好賣。中央係講，唔講像對一個斑皮地杯紅龍果啦、飯瓜啦，甚至於講太紅醋，但係講地杯包嘅紅皮嘅，全部係人哋自家採取生產嘅，錯冇？錯，我都係講用採取嘅食材，份人哋農家人了解一個東西，可以增加嘅數量嘛。係啊，順勢係推廣人哋頻道、人哋採取嘅農產品啊。錯，真是幾好食嘅，我頭頭按嚟試一個斑嘅呀，觀眾朋友，其實佢一個斑皮。清球地杯內餡有冇？唔會清甜，就真是食得到紅頭嘅米絲，係咪咧輕鬆要重點冇？食得到紅龍果嘅米絲，濕白嘅、坦坦嘅。真是我覺得以前咧，像是其他人做嘅可能斑咧有變嘅啦。今年有加嘅紅龍果嘅，唔過有時節真是食冇賣出嚟嘅紅龍果嘅米絲，唔過唔嘅比例調得幾好呢，係食得到紅龍果嘅坦坦嘅米絲粗米喺地杯嘅。哎呦，嗰啲配，唔過我頭頭按嚟食咧，斑咧好食，還有一個條頭人在見講過，你係買喺隔壁，
人喺咖啡有冇嘅特別嘅地方呢？你看安尼細一筆，你有嘅興人哋台灣嘅咖啡嗎？唔係，我冇用人哋台灣嘅咖啡，因為人哋台灣嘅咖啡啊，海拔高大，有到要種或者咖啡，睇會睇檳榔人哋會種，嘅而家嘅氣候嘛，佢都唔同美國共樣啊，所以我進口意大利嘅咖啡，我哋啲過後上世人所帶過嚟也習慣是嘅，我親戚朋友嚟說來應該好好食。所以我開店我就進口意大利嘅咖啡豆，特別啲咖啡機，也特色喺內呢。我要用下細筆啊，然後來寫嘅時間，我哋要先嚟做一筆espresso。因為外國人呢，早晨都一上班時就寫一筆濃縮的咖啡，一天的精神就很好啊。我哋都係做嘢嘅，大家然後寫啲太筆嘅，個隔離啲細筆嘅。寫嚟好順呢，我順手帶一包回去，所以我的咖啡量啊，數量唔會差，而且唔會酸，唔會苦。唔會水唔得，你咖啡機嘅吹氣清夾一下都流下來哈，一下就蒸出出來咖啡，注意了，其實是的模樣像水面啦，鬼順，你是要講鬼膠膜鬼順。真是，觀眾朋友，條說安尼是阿英姐今日嘅咖啡啊，真是像阿英姐講嘅，今日同家咧台灣嘅咖啡，冇共樣哦，佢冇咁酸，吃起來呢，口感甘嘅味是夠重。真是貴順，安尼吃下嘢時間，佢個味道清濃呢。不是我有一個古天的人哈，我是愛咖啡嘅，非常下邊有啲小型的遊覽車哈，有熟食的，有食過會帶啲入去來時節啦，我講唔能遊覽車來，唔能食嚟太平啊，你必須100啦，先生睇錯啊，送你細筆就做安尼，用啲機器做嘅espresso細筆，差唔多8分滿啊7分滿。也濃縮那乾嘛，會回甘啦，所以就買1包回去。貴好收入。重點係講，阿英姐真是調到安尼食飯嘅食下來啊，其實一般的人會講最底部有一點膩的感覺有冇？譬如咧有個咖啡，真是馬上嘅感覺全部冇嘅呢，人家可以繼續食起來。人個口感貴啲去哦。安尼調到今堂阿英姐安尼分享啦吼，係因為堂到外國有興趣講，阿英姐唔講人家辦呢有去得獎，唔去參加比賽嘛，喺那度比。可以同大家講一下冇？有一年呢，都睇尼泊爾昌女士，佢沒有地位，沒有參加嘅，佢冇個節啦，都講韓語文化節，文化節嘅發動。客委會都落嚟派，啲特別落嚟派人哋客家美食比賽。我朋友呢，都到嚟個都卡請來了。我哋介紹去擺攤啦，講那邊有活動啦，但有嘅做辦嘅比賽，做客家辦嘅比賽。你來講，咱今仔日開始做，咱監去比賽，我先試啦，試到安好試過，冇問題，人同打電話去報名好嘅嚇，唔係你一天嚟多哦。你朋友安熱心，親熱心，相當好嘅朋友，有同人馬上報名好嘅，都同佢單獨嚟講冇嘅人啦。你下面一台車你嗌夥伴都做定嚟去嘅，去個擺就睇，你又睇現場做，嗰時就要睇，你攞比賽唔係做好嘅去擺。比人哋夾啦好事啦，葡萄白的啦、班車啦，全部帶出去嘅就現場做。所以做到4點鐘嘅時節做好哦。平時來嘅時節就啲後頭一種容易食飯嘅都擺一啲米下，然後攞個鬼度淡嘅食啦都入面來，點提起米，你煎一隻啦，你搶你煎開來，告訴平時食了一個，冇共用咧，所以加的味道不一樣咧，為什麼那麼香啊？裡面又有包餡嘛。都食嚟都提嘅英國，都談到怕會得獎哦，有啲老師食得少，但公家講好食啦，講好食咯，談到嘅都同啲夥伴講。什麼店有結束佢哋，叔叔佢都不卡，食了包跳下來嘅。阿英姐你搶下來喲，唔見呢班人吼，有得獎，唔但搶得獎，我得冠軍咯。大家都千挑嘅啦，都多咗一定咯，定頒獎。頒獎過嚟嘅時節啦吼。都有個新聞記者你哋我去做辦的比賽有得獎，你來同佢採訪。採訪呢，你播出去呢，你嗰種人客來，請啲入邊來買。阿英姐談講人嘅辦呢吼，有啲好食的客家美食，唔但像菜天人、屏東人吼，會隔意思，甚至於講上到外國人呢，厲害哦，真係假嘅。唔知厲害啦吼。人都打電話講，今日要做辦的冇，人哋用外國的朋友來哦，就我帶嚟看人哋上下頭擺的味道頭擺做辦的是啲美食的味道啦。都帶啲入來，講好，今日都有做有個度好，要睇到看。其實個貼片都講有啲量嘅什麼，
都每个人慢慢睡就是也个每个慢一天来特别读书，都有安尼关系认识，后面你来慢慢平动，上下了到山峰来落去楼，专门楼古老地方的啦。啊，你保定也你带定也来，啊，你都好有做伴的。啊，俺们唔知呀，两个什么过太看那爸，就是摄影师啦，你出来采访啦，还讲佢可以做鼻昆膜啦，啊可以比动手膜啦，身上包啊，啊你同佢翕，你同佢做完你就试咯，真好嘅哦。我应该儿时真欢喜啦，伊都试了好时真欢喜，贵嘅。啊咪咯吼，那个睡觉是个朋友带落伊也抢一点是的，哦也无嘛个讲我听人聊啊嘛个，啊就讲讲可以翕相嘛，翕爱办的他变翕爱，同爱去整办的翕，啊你比我翕啊。是不是有那一年人，经过一年的时间呢？去介绍伊来朋友啊，请做哦。俺哋玩是水木落很闷咯，你嘛个也冇去日本归来，因为佢归来时节啦，讲就搭入一本书送俾人，人世界冇办啦。啊，原来伊归路去吹书的家属的，学者，你去爱冇办，并爱同爱身上个木头办呢。啊，出来这本书底部有2页，先有价钱就搭这本书了本来。我说阿英姐真是冇简单，慢慢阿姐冇简单都安尼来的啦吼。冇啦，冇慢简单，也大家都会做的啦。如果佢有用心，就冇用心安尼啦。那佢研究得到按相应，可能神啦，相应那个神就错呗。哎呀，哇，观众朋友。你看阿英姐啊，真是有一句话，真是非常的配合俺的阿英姐，如何发到了，学到了。你看这个有乜嘅兴趣，有乜嘅能力，其实这个长地，可以这个从事看下先，把这个嘅潜力发挥到最大哦。希望大家有闲来去慢慢的时间，来去拜访一下俺的阿英姐，送一下俺的客家的传统美食哦。再一次感谢阿英姐给我们带来安精彩故事同安好吃的客家美食，多谢哦。多谢主持人。而且观众朋友，大家来到慢慢的时间，可以来到俺个阿英姐路卡阿英铺啊，除了请恁啉咖啡，而且观众朋友。